中有一间由社会福利团体经营的餐厅“本脑食光”，这个店内的总铺甲服务生拢是有回阿公甲阿嬷，平均的年龄63岁。除了有餐饮的服务，阁有讲外送便当。来到这总会就业的长辈，每一个人拢会当发挥着家己的专长，烹出着家己的手路菜。因透过社会参与的方式，经营着退休的生活，嘛再一次找着生命的价值。愈老活愈好的系列的报道，咱就来品尝这顿阿公阿嬷暖心的料理。我先生就他生了一场大病，他就专心的陪伴我老公。到了我先生好了以后，你会觉得好像放松了，真的是没什么目标了。还是要采漂亮的地方。我们要去泡地锦花草茶了哦。我是用一个很真诚、爱的心下去做这个餐点，在这个中间我获得的蛮多的，然后又做得很快乐。早起9点，本来的阿嬷已经伫咧灶骹开始一天的任务，准备要来春卡出手。还好啦。甲切好的鸡肉放入鼎来炒，详细来控制着油甲火。今仔日的一日总铺是68岁阿嬷黄阿敏，这天的主食是腌鸡仔往内加香公公。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家常菜，妈妈都煮得出来的东西，只是它的分量多一点而已，所以不难啊。拿开干拿走。对啊，安尼做。对啊，这是由社福团体丰都老人福利基金会特别打造的餐厅“本脑食光”，目的是要让阿公阿嬷有就业的机会。地点就伫咧台中市，一眼看过去，餐厅内底总铺甲服务生清一色拢是大龄长辈。我都是家庭主妇。可是我做志工做20几年了，后来是因为我儿子要上课，那边的时间我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改到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做老人的，然后后来才到餐厅这边。对，我都有在工作，都是做小时，因为带小孩你要做正职的，整天的人家比较没办法，因为小孩子上课要接上下课嘛，他就做习惯了，做5个小时、6个小时而已啊，时间比较自由。对。是讲，即摆这个基地其实是较早台中市长的公馆，由旧官邸来改建，摇身一变，结合展览甲餐厅的复合式的场域。因家这叫做是本脑梦想125号，伫咧2016年启用，本地是由阿公阿嬷卖古早味的料理，了后帮忙来进行修整，一直到2019年，本脑食光正式来营运。进驻的时候，这一块合适的建筑，有漏水，然后有一些结构安全的疑虑，所以当时的话，这块空间我们是没有使用，改卖一些比较传统长辈的料理，就是碗粿面线。修复完成以后，我们才开始正式启动整个不老时光的运作。目前餐厅内总共有13个阿嬷甲1个阿公，平均的年龄63岁。考虑到长辈的体力，职务的设计，每礼拜敢若排班3天到4天。每一天5点半钟，本脑食光的理念，就是要让长辈会当伫咧大众的面前展现厨艺，伫咧能力所及的范围内，甲专点结合着工作。一道道的好料的无华丽配菜，却是充满着家庭的气味。曾经就是有那个客人他吃素哦，我们就剩1份素食嘛，他们结果是2个人啊，然后我们就找里面还有一些菇啊什么的，就给他加一加。分成2份，然后吃一吃，他们很高兴啊，他们就还来跟我们说谢谢，这样你会很开心啊。像我们这个一个礼拜做3、4天也不错啊，不会说像那么累，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岁数了，都60几岁了嘛。某几个长辈他在料理哪几道料理，他自己也觉得比较有把握啦，比较擅长。那我们就会稍微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分配，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回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善用他们的优势，融入在这个营运的服务里面。料理有妈妈的气味，一天一个主食，唔那简化备餐的过程，嘛减少食材的浪费。伫咧遮，毛提供3公里内便当直送。采访
用这天，咱对到62岁阿嬷陈淑婉外送便当。餐厅附近的学校，真侪老师甲学生，拢是本土实工的长辈重视的卖将。这天订餐的是台中科技大学。就惊长辈爬楼梯会拄着困难，外送便当的塞车甲餐地啊，拢是特别来设计，有倒车链，方便上落楼。是满满的爱心。对啊。那个奶奶除了梅干肉丸子，还有其他的哪一些菜是你们做的呢？他们都说我控肉了，梅干还有那个南瓜。听说老师是我们铁粉，好高兴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对啊。我都很喜欢你们的餐。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年龄对于食物其实有很丰富的经验，然后这些经验刚好他们在做这个餐的时候都可以派得上用场。今天去学校，好像有学生跟你说很喜欢吃你做的某一道菜。你说那个梅干菜肉丸子啊？对呀。其实做菜你只要用心，一定会好吃。好像回到家，阿公阿嬷端了一个料理，有当时啊嘛不盖好食，啊不过因为感觉就好食，因为我们每天的厨师不太一样，料理的东西本来就会有个人口味不同。不过我会感觉讲，温馨哈，就是说啊，咱这个料理好了，有迄个感情，啊，就是要做一个很暖心的料理。每一位来到本土实工的长辈，拢有无同款的故事甲经历。去采花啦。就是我们叫地锦花草茶，这是紫苏哈，然后这是香茅，然后这个是凤香万寿菊，这样泡起来就会很香。面上随时挂着温暖的笑容，伊是今年67岁林淑珍阿嬷，对花草真有研究，餐厅内底花草茶拢是出自伊的手。这要泡多久啊？最好是泡差不多1-2个钟头，它比较出味。好，所以林淑珍阿嬷少年的时阵，捌伫个美商公司上班，婚后专心投入家庭，伫翁婿职业的中医诊所来协助10多年。但是几啊年前，翁婿破病，伊一路陪伴，真无简单，照顾先生到身体有较好，家己煞拄着困难。老公他觉得说，他好像生命走一遭了哈，他想要享受他的余生啊，所以他都不想开业。那我就想说啊，那不想开业我们就玩啦。可是也是毕竟哈还没有生活目标嘛，我就会到处上课，就接触一些公益团体这样子，啊才会有这个机缘来到这里。妈妈子，还有好喝吗？健康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就知道是我妈妈的味道嘛，喝得出来，喝得出来。我来过的次数大概3、4次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会站在外面稍微看一下，这样有经过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也想说不要打扰他。他常常有路过，就在外面看一下。真的哈，我都不知道了哟，觉得好感动。可能你觉得怕妈妈会很辛苦，可是不会啦。国际上，甲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%，叫做高龄化社会。那比例达到14%甲20%，分别是高龄社会甲超高龄社会。台湾1993年进入高龄化社会，2018年转为高龄社会，推估2025年就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。但是老人就业的人数，甲其他亚洲国家比起来相对较低。社福团体透过多面向的努力，希望会当有关老人长辈就业的比例。台湾的高龄就业比例大概只有8.多% 而已，日本有25、26，然后到韩国有30，在2025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了。这样的族群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活跃老化的一个第3人生？那就业可能是其中一个他们可以思考，然后也是我们希望政府，然后还有民间的企业，那可以来看见这个议题。为少年到老，真侪长辈一路工作，为着生活甲家庭付出。本土实工的长辈，展现老人就业一点仔都袂困难。本土实工嘛将做真侪高龄团体交流的场所。最大的转变是让我知道，更好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把自己归零，再重新学习，可以从年轻人的身上学到好多东西。也很希望说有其他的单位也可以效仿弘道这样来做。其实在意的不是钱啊，是做的那个成就感、那个喜悦
人食老，嘛会当发挥家己的可能性；长辈嘛会当有行出门的动力，甲勇敢对望的勇气。就是有规划说要做到什么时候吗？做到不能做。本来当志工的愿望就是说做到我不能做啊，那我来这里也是做到我不能做为止。我希望自己能够自己做自己生命中的主人，因为我已经60、70岁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也希望有机会成为别人的生命中的贵人，我可以告诉更多人说，其实这里是很快乐的。有关老，无的确每一个人所想的拢无啥共。咱看到这阵阿公阿嬷抱着无共的事无甲梦，大家互相竞做伙，因本能的精神突破着年龄的限制，克服自我设限，开启老后的第三人生，迎接未来种种的挑战，互家己生命每一刻的时光，拢充满价值、珍贵本能。